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早安。我相信大家，今天是我们的第2次的线上的主日，所以我想必大家应该都比较适应、比较接受、比较习惯这样的聚会方式。不管你在家中的哪一个地方，不管你在客厅也好、厨房也好，甚至是你在你的自己的房间也好，鼓励你现在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一个敬拜的状态，一个聚会的状态。OK， 我们一起从我们位上面站立起来，跟你身旁的人说，或者是如果你只有你一个人，你对你自己说，或是跟身旁的人说，今天在线上你会经历到圣灵。阿们。OK， 跟你身旁说，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一样，虽然我们在线上，我们依然要大声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虽然在线上，我们仍然要拍手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耶稣是掌权万物的神，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跟神宣告说：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哈利路亚！一起来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从头带着信心来宣告，说耶稣要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高唱哈利路亚，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神是掌权的神，阿们。所以呢，不管你在镜头前面，你在平板，你在手机，在电视，待会副歌的时候，跟我一起跳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我们不看环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想，耶稣掌权，掌权，他凡事都。一起来高唱哈利路亚，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高唱哈利路亚，一起说：高唱哈利路亚，我们要用赞美，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掌权在每一天。再次宣告，举起我们手宣告说：高唱，高唱哈利路。我们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我们要迎接每一天，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拍手来敬拜他，一起说：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我们的每一天，迎接每
掌声、最大的呼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不管你在哪里，你在哪一个角落，神是掌权的神，神已经回应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雨水的恩典。我们要更多的祷告说：神啊，疫情你要让它降下来，病毒你要把它杀死。主耶稣，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国家要迎接大复兴的来到。透过我们全弟兄姐妹、全体弟兄姐妹的迫切渴慕的祈求，我们要看见这土地的翻转，我们要看见雨水的降下，充满着水库。我们要看见疫情被止息下来，因为神掌权。所以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说：神啊，我们向你渴求；神啊，我们向你恳求说：主啊，我们要看见疫情的降落，我们要看见病毒的消灭，我们要活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是恩典的台湾，是祝福的台湾。数到3，我们一起来祷告：1、2、3。主啊，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祷告，这全台湾、全地都要经历到神你的恩典。这是耶稣掌权的时代，魔鬼要离开这地。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主你的恩典，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你的恩典够我们一生用，主你的恩典随时陪伴着我们。我们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神灵啊，求你来，我的软弱，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你检查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之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绚丽。从头来呼求我们的圣灵，对他说：圣灵啊，圣灵，求你来，求你来，我的软弱，我软弱，你明白，即使我无言，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主你检查我，检查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之意。主你医治我们，医治我的灵，使我的生命，使我生命再次绚丽。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灵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是要主你的恩典，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灵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
一生之久。弟兄姐妹，诗篇30篇，它就是这么应许给我们，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弟兄姐妹，虽然一宿会有哭泣，但是我们要知道，早晨当神再来的时候，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祝福下来的时候，我们必然欢呼。阿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把这当作我们的祷告，我们继续来呼求，来敬拜他。神灵啊，求你爱我的软弱，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担。我相信圣灵现在与每一个人同在，检查，圣灵是检查我们的心主，使我走在属神旨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绚丽。一起说，阿哥，我领不住赞美，啊，我领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哈利路亚！我禁不住赞美，啊，我领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主的恩典一生之。弟兄姐妹，举起我们的手来，继续的敬拜他，一起说哈利路亚！啊，我禁不住赞美，啊，我领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一起领受这次恩典，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哈利路亚！不住赞美，啊，我领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弟兄姐妹，预备好你的心，继续来敬拜他，高声来敬拜他，说：啊，我禁不住赞美，啊，我领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啊，我禁不住赞美，啊，我领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宣告说，主的恩典，主的恩典乃
是再次宣告说主的恩典，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主。自由的来敬拜他，用你的方式自由的来敬拜神，用悟性的祷告，用灵歌，用方言都没有关系，尽情的来敬拜神，享受在这个圣灵的水流当中。主啊，我们欢迎你来。主，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但是你的圣灵是不被限制的神。圣灵充满在每一个角落，圣灵充满在正在看直播的弟兄姐妹，这份祝福，这份恩典临到他们身上，临到我们身上。哈利路亚！最后一次说，啊，我禁不住赞美，啊，我领不住称谢，依旧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弟兄姐妹，抓住这个得恩典的机会。我禁不住赞美，我领不住称谢，依旧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灵，我知道你这个时刻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主，你的恩典已临到我们当中，主，你的祝福已临到台湾全地。主，你的恩膏，你的恩典，你的福已经临到全世界各地。主，我们要看见你的应许，当我们迫切向你祷告的时候，主，你就一一的回应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将以下的时间继续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愿你与我们同在，圣灵时刻的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保护、教导、安慰，充满着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刚刚有美好的敬拜。这时候我要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右昌教会公告。第一小点，本会照高雄中会的指示，配合高雄市政府的防疫规范，即日起现在开始，教会所有的实体聚会全部暂停，至6月14日礼拜一为止。但周三祷告会、周六青宠、周日上午8点、10点都有线上的聚会方式，请大家踊跃参加。第二小点，线上聚会期间，请小组长配合回报各组线上聚会人数，以及学生牧区、儿童牧区的小组长，请帮助孩子做到奖学金申请的规定事项。第三小点，目前只有线上礼拜，兄弟姐妹若要奉献，可以看周报上面的银行号码奉献，也可以拿来办公室奉献。第四小点，在疫情中，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要小心，但不要惧怕。请大家更多的祷告，用实际的行动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二点，
本会6月1号到6月30号，每天早上5点半有复兴祷告小组线上早祷会，欢迎大家一起参加，也欢迎弟兄姐妹购买复兴祷告小组的祷告手册，一起来灵修。第3点，109年度捐献证明收据已全部开立完毕。若需要收据报税的弟兄姐妹，请来教会找干事来协助。第4点，本会为庆祝右昌教会设教70周年，有举办右昌教会 logo 设计及歌曲创作的活动，欢迎有兴趣的兄弟姐妹找办公室拿报名表。第5点，因疫情关系，6月份长执会延至6月20日召开，请各位长执及单位同工参加。肢体消息，第1点，互助社。第1小点，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利息 1.8%， 欢迎有意愿的社员向互助社办理。第2小点，日本家之光协会举办第29届世界儿童绘画比赛，请会员6岁到12岁的孩子踊跃参加绘画比赛，时间到7月23号。以上是这礼拜教会的报告。若有需要知道更多的消息，可以按下方资讯栏的连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今天，我们一起在线上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在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在这个时候能够一起在线上来经历上帝恩典。我要奉主的名来宣告，所有弟兄姐妹在今天在他们家庭当中，他们要经历圣灵的充满，他们要经历圣灵的感动。又真又活的上帝要触摸他们的心。我们也要为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上帝的医治的恩典要充满在他们生命当中。我更要为在经济当中有困境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主的恩典够你们使用。主，求你再次听我们的祷告，把以下时间完全交托仰望在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约拿书2章1到10节，我们读到第10节。如果你有圣经或者是手机，我们把它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约拿书2章1到10节，约拿书2章1到10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约拿在渔夫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要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却将我的生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常常会遇到挫折跟不安的事情。但是在越不安越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吗？我小时候这个成长在单亲家庭，非常的不开心。可是呢，我常常会让自己找开心的事情做，就是例如说，我小时候常常会去夜市或者是这个菜市场，我就会去看卖药的。那时候呢，卖药这个卖膏药那些人他们讲台语我是听不太懂，我能够领受的也没有几成这样子，那听懂的也没有几成。
可是我就一直被他这个吸引，只要是他们在卖膏药的时候，我就会跑过去看这样子。那我常常就在想说，如果能够用卖膏药的方式来讲道，那该会是多好的一件事情。第一，它很吸引人嘛；第二，它也可以把这个产品的好处讲得清清楚楚的。你要先吸引人，然后才把产品的好处讲得清清楚楚的，人家才听得进去。第三，这台湾的本土文化很符合人的生活方式。我以前在乡下牧会的时候，教会附近就开了一个叫做健康的，在卖健康产品的地方。我每次就看我每次在经过他们那边的时候，我就看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阿公阿嬷、社区的人，他们就会去听这个讲座。这讲座时间还不长，不短呢。他讲座时间至少2-3个小时。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听？后来我发现，第一个吸引人，第二个他能够把产品的好处讲清楚，第三个他就是能够把他的这个产品的优点能够表现出来，而且还符合文化。在乡下，老人家最在意的什么？就是健康的问题，他就贴近他们健康的问题，然后呢去分享。而重点是，他还会送礼物。那很多老人家没事，他就会过去听讲座拿礼物，送些脸盆啦、盐啦、肥皂啦、洗发精啊。我常常就在想说，那如果教会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吸引人来，然后把福音讲得清清楚楚，然后符合这地的文化，然后呢再送一些礼物，那该有多好？这样子，那该有多好？所以，我接下来我就是要用一点时间，我用卖膏药的方式，我们来讲道，来分享信仰。那因为我知道线上有很多弟兄姐妹，我看不到，但是如果你觉得好，你就打好，说 OK 就 OK， 不要你打不好，你说好不要不好，那我还是要用卖膏药方式讲道，反正我看不到你。好，线上的有没有人打好？没有，而且没有在听哦。没有在听讲道，还是手机放在旁边去做自己的事情。我要用卖膏药的方式来讲道，但是呢，这一段会是台语的人吼。如果你家里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听单语的人，你会当请伊翻译看卖啊，翻译一下啊吼。但是听无爽的台语，大家拢知真简单、真通俗，就简单呢。所以我们要用卖膏药的方式。但卖膏药方式呢，它通常会有3个组合。第一个，主要卖膏药就是我。第二个，旁边有一个小帮手，这小帮手呢，他会敲锣打鼓。他敲锣打鼓吸引人家注意的时候，当这个卖膏药他有点顿呆的时候，他赶快补上去这样子。那第3个呢，就是他安插在周遭的这一些，我们说sakura，sakura 就是我讲的再怎么好啊，奇怪没有人买，那怎么办呢？那他就会用饥饿行销的心理，就其他的人就会赶快来买，一罐偌济500，有什么人买啊？结果下面很多人就哇就上来，其实这就是他安排的人。存最后5组那就很多人会来买哈。那是什么呢？你需要见证嘛？见证一个人讲不够嘛，就大家要来讲。但是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哇，用卖膏药来传福音，用卖膏药的方式来形容传福音。我说我形容，但是不完全。请你要注意听我形容但是不完全所以我接下来我要用卖膏药的方式来讲道啦所以有没有人说好？有嘛好那我真的要开始。我今天不只是卖膏药，我还要来变魔术。你知道我们要准备线上讲道压力有多大吗？我很怕你们转台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真正就来卖膏药了啦卖膏药的要试一小段了，但是我会讲台语啦，我讲台语。如果你听不懂的话，那我也没办法，那你就请旁边的人来帮你翻译一下好，来大家来专心听了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好，线顶的朋友大家好，来，紧来紧看，慢来减一半。人咧讲三色人讲五色话，厝边头尾都听详细。
看无书徛在台顶，大脚无人真稀微。家在网络来斗阵，平安敬拜，平安伫厝敬拜神呐。这个好，这我小帮手做得袂歹，咱拖下个吹落吼。多谢咱边仔这小帮手吼。所以吼，我阿豪啊吼，来甲贵宝地，毋是要来甲大家拼输赢，也毋是要来甲大家讲亲情啦，是真正要介绍恁一个好物件。这个物件就是咱的温点牌定心丸呐。哦。咱这温点牌定心丸偌好用，有偌好用，你知无？吼，咱这吼定心丸，咱就是吼，咱最近吼真主要这个定心丸啊，就是讲吼，什么款的镜头你都爱用这个定心丸的，就是逐天看新闻，看甲但是咧心内提心吊胆。啊，就是讲哦，囡仔放假伫厝呢，耍手机啊，你哪看心头火哪大？啊，阁是讲你逐工爱出门去上班，行去路骑车是坐公车，提心吊胆。啊，逐工吼，暗时啊为着疫情吼，困袂去，惊这话着，惊迄去目着，着惊讲家己会确诊的时阵吼，惊甲要害，都是爱用这款。无论咱是心头火大、心情郁卒、提心吊胆，咱暗时啊困袂去，咱的头壳痛，咱都是爱用这个温点牌定心丸啊。我讲甲遮好，无路用，只讲甲好，咱就爱来了解讲，咱买药啊，就爱了解讲里面的成分是啥物，里面的成分是什么？里面的成分100%上帝稳定。这个上帝恩典得来不易呢，这无简单呢。这上帝恩典是用什么呢？第一，咱用第一项，耶稣基督的宝血，佮用十字架做茶，用信心的火，加控3暝3日，靠有咱这个温点牌定心丸呐。咱这毋是凊彩来哦！你看后壁遮，咱有天国的 GMP 哦，佮有真有名的人来甲咱推荐哦。行洗礼约翰嘛，甲咱推荐。行洗礼约翰是？为什么是行洗礼约翰吼？因为行洗礼约翰伊家己爱清气嘛，爱别人清气。佮有咱正经的足有名的乃曼将军，你有听过无？乃曼将军唔知呢。为什么是乃曼将军？因为伊一天爱洗7届身躯啊。所以咱这个身份不是自然，佫是超自然呐。这超自然的身份才好。温点牌定心丸，就是伫你心头郁卒、心内惊吓、提心吊胆、惊东惊西、暗时困袂去、头壳痛的时阵，来用这粒，上帝互你的心情好哩哩。但是咱咧食的时阵，嘛是爱讲规则哦，袂当当做糖啊摕来撒者，噗就食落吼。这好，咱这毋是糖啊，咱这是真正好，一天用一粒，一天用一粒。温点牌定心丸爱安怎用？唔知好，安尼我甲你讲，这是要安怎用？就是第一，咱爱用忧伤痛悔心嘛。咱忧伤痛悔心，上帝无轻看嘛，对不？第二呢，咱都要用敬虔的灵啊。伫这疫情这严重的时阵，咱就要为着这个社会忧伤痛悔嘛。然后咱就爱咱就爱有这个敬虔的灵嘛，对不？咱什么这个时代什么都爱省，但是读经祈祷奉献袂当省，对不？咱啊，伫这个伫厝呢吼，毋是讲逐工困，还是食手机啊杀了黑白话，还是讲伫电视看甲头昏目红，咱都是爱透过这时间来亲近上帝。所以咱伫线顶咧做礼拜的时阵，就是同一个时间，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早起是台语的是8点，10点是华语。就是你爱顺着
但是有穷教会不是武昌教会哦，请你不要打错哦，你要开始要来看那个我们的线上直播，而且要专心的把它看完。哦，第一要忧伤痛悔的心，第二要金钱的灵，第三要实践信仰。实践咱的信用，实践信用，实践信用就是咱就是咱的伫咱的生活当中，咱就是爱来这个关心咱的弱势这厝边隔壁。因为疫情嘛，搁落去原本是到这个6月初6，结果无法度解除这3级禁戒的时阵，会到6月14。到6月14的时候，是要安怎办呢？大家人都惊吓，为什么伊搁拖落的时阵，到暑假的时阵，有的人的经济就出问题，也是讲伫伊的囡仔教育出问题。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而且我们也要想办法为这些比较困难的社会福利单位来奉献。如果你有能力，你更应该要奉献在这个有需要的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这个定心丸呢，你若是用照这3步来行的时阵，保证和你的心情好哩哩啊！好，我们就掌声给我们的小帮手，谢谢，谢谢，麻烦刷一排爱心，刷一排汉堡。哦，所以呢，这个线上转播在不太容易的哈，我们要用很多的方法，让大家能够更多去了解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约拿，这约拿他在深渊当中对上帝的一个最深的一个呼求，他最黑暗、最被大水包围、最痛苦、没有办法呼吸、没办法开口讲话的时候，他从心里面对神发出的这样子最深处的这样的呼求。弟兄姐妹，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要最深的一个呼求吗？我上个礼拜讲到说，圣灵就是呼吸，你要能够像圣灵充满，跟领受圣灵不一样，领受圣灵是呼吸。圣灵充满就是你能够用运动员的方式来呼吸，你平常的呼吸跟跑马拉松的呼吸不太一样，你要越运动，你的身体才越强壮。你要能够养成运动的习惯，你要养成圣灵充满的习惯。因为圣灵充满就是一个长期的运动，它会让你的肌肉酸痛，但是会让你更强壮。但是你必须要练习被圣灵充满，然后练习运动员的呼吸方式，也就是练习一个使徒的呼吸方式，让你能够跑得又快又远又长又久。这个叫做圣灵充满。我们都会呼吸，但是你不会跑马拉松啊。我们都可以成为基督徒，但你不会成为门徒啊。我们都会成为做礼拜基督徒，但是你不会成为侍奉的门徒啊。圣灵充满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侍奉的门徒，而圣灵充满必须要经历过祷告的充满。你祷告越多，圣灵就越多；祷告越多，圣灵就越工作在你生命当中。所以我说，所有的侍奉，所有的复兴，都跟我们祷告有关。我不相信哪个世代没有祷告运动带来复兴的，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事工要进行，祈祷不当停；事工要进行，祷告不能停。我们就要不断的经历这样的祷告生活。那 RPG 小组就是要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方式。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经历那又真又活的上帝。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经历神同在的美好。这是上帝所给我们最棒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第一个你要实践的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开始要经历祷告的生活，建立祷告的生活， RPG 小组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能够在不舒服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在黑暗的时候，心里惊慌的时候，你有2-3个人奉主的名在线上聚集的时候，祷告，神就在我们当中。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当中的时候，充满痛苦，手被吊起来，呼吸都困难。你知道那个姿势，呼吸的时候肋骨会很痛啊，会不太舒服啊。可是他们在
这个监狱当中最不舒服的时候，他们选择敬拜神，所以他们经历了又真又活的上帝释放他们得到自由。弟兄姐妹，我要讲的事情是，我们应当要经历神同在的美好。为什么有些人在困苦当中，在急难当中，他们不会开口寻求神？因为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生活是分开来的，以至于他们在黑暗跟痛苦当中，他们不会，也不晓得要呼求上帝。但是我们的信仰生活能够把信仰跟生活连接在一起，就是所谓的祷告的生活。所有的圣工要进行，祷告不能停。我在讲道的时候，我需要祷告来预备。我们去传福音的需要祷告来帮助。我们去做这个任何的圣工都需要祷告。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仰生活连接在一起。在我的这个侍奉生活当中，经历好几次这样的圣灵的帮助。可是我说，怎么做到的？教会为什么增长？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有祷告。教会为什么增长？我不知道，我就不断的祷告。你用什么样的策略，用什么样的方法，祷告就是不能减少。所以当我们看到约拿的故事的时候，很多的人他都面临生命当中的苦难跟困苦。很多因为苦难是人类共同的生命的经验。但是你怎么面对生命当中的苦难？你被什么东西捆绑你的内心？你被绝望捆绑你的内心，还是被盼望充满你的内心当中？都是在面对苦难。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摩西，甚至看到约拿，他们都面对生命当中的苦难。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面对生命当中苦难的时候，他们懂得转向寻求神。他们不是被他们的所谓的大水跟海草，所谓的痛苦跟黑暗绝望绑住他们的头。在最没有办法开口祷告的时候，他们心向神呼求。他们心向神呼求。当摩西面对极大的痛苦的时候，他面对外面有这个外敌准备来掠夺以色列人，他面对他带领了以色列人充满埋怨、充满苦毒、充满应景、充满对他的埋怨的时候，他只有一件事，他去寻求神。当约拿神的话临到约拿的时候，你去对尼尼微城的人宣讲悔改的讯息，约拿心里百般的不愿意啊！这个国家不好啊，尼尼微城是他们的首都，我干脆就是让上帝的天火去直接焚掉这个烧毁这个尼尼微城，我干嘛去传悔改的福音？是逃跑了。在海上的时候，突然大风浪。经历大风浪的时候，许许多多的水手，许许多多的这个船员，他们大声呼求，跟他们神呼求，救我，救我，救我！他们向各式各样的神明呼求，但是没有办法得救的时候，看到舱底有一个人在睡觉，他把他叫起来说：“你是谁啊？这么严重的事情，你还在睡觉？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约拿就说：“其实这个大风浪是我引起的，我真的对不起大家。因为我得罪了创造天地海的耶和华上帝，你们要平静这风浪，把我绑起来丢到海里面去，风浪就平静。”他们果然照他的话，向耶和华上帝祷告之后，把他绑起来丢到海里面去。后来在这个海的深渊当中，没有空气，没有地方可以讲话的时候，他的心上能发出最深最真诚的这样子的祷告。因此神才派大鱼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去，找到旱地把它吐出来。大鱼来就代表着我们最深处的祷告，神的拯救。我们过去都背离上帝的话语，我们对于上帝的话语轻忽，我们对于疫情的轻忽，我们对于这个信仰的轻忽。你说疫情有破口，其实属灵生命也有破口。
有一些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他们遇到我的时候，遇到生命当中困境，他问我说：“牧师，为什么神不帮助我？”我说：“这个世代只有一个事，就很哀伤的是，大家都寻求上帝的手，没有寻求上帝的面。大家上帝的帮助，可是他们不要遵行上帝的话语。这多悲哀的世代！如果你寻求上帝的手，你要寻求上帝的面，你要遵行上帝的话语，并且更努力的去跟从耶稣基督。苦难是所有人的共同经验，但你被什么东西绑住你的内心？是绝望、无助、害怕、痛苦、惊慌，亦或是你能够在绝望、黑暗深处的时候，大声的向神呼求说：“主，你来改变这个世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一直觉得神对我们台湾是有特别的计划、特别的拣选、特别的恩典的。在北部的 RPG 的这样的见证之后，杨道荣牧师的见证说，7000人在线上跟他们一起祷告。当他们祷告完之后，台北又开始下起了大雨。我们不断的呼求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昨天开始南部下起了大雨，一次又一次，神的恩膏充满在台湾这片土地当中。因为神的百姓开始举手代祷、开口呼求的时候，神就从天上降下恩雨来。因此，我们更要在这疫情不断延伸的时候，我们每天看，哇，我都还记得第一次这个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我师母跟我讲说：“哎呀，牧师啊，今天确诊人数180人。”我说：“谁啊？多少人啊？180。”哇，这个惊慌啊！我的家人都在北部。每天，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下午2点的时候看确诊人数，心中就想：哇，失控！我医生朋友跟我讲说，失控。但是在人的失控当中，上帝去掌权的时候，他重新夺回控制权。教会这时候必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必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始你的祷告生活吧。为什么在最黑暗的时候，你的心被绝望跟害怕、惊慌给困住了？圣灵充满就是我们呼吸。撒旦现在要攻击我们的呼吸，但是不要忘记，上面还有一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遮盖我们，让我们可以自由呼吸，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困境就是当你觉得好像不可能发生神迹的时候，这个叫做困境。我常常讲说，如果不管理管理嘛，管理就是降低风险。那如果你人存在就有风险嘛，你不管理你的健康，你就有健康风险嘛。如果你没有管理你的家庭，你就有家庭的风险嘛。你存在本来就有风险嘛，对不对？你出去骑车也有风险。但是如果在我们要管理的时候，就是帮助你能够有一个这个叫做稳定的生活方式。那如果你有稳定的生活方式，你有策略，能够做正确的选择的时候，风险自然而然就降低。如果风险你在做错误的决定，就危机，对不对？如果我有健康风险啊，我已经这个太胖了，然后我还是吃东西的时候空巴不能给我懂话，让讲能生话，是不是久了就变成健康危机？健康危机的时候我还不理他，我常常去吃 buffet 吃到饱。然后呢，我就变成健康的困境。健康困境的时候，常常就会拉你周遭很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困境。困境就是个流沙，这叫困境。如果我住院的时候，师母一定要照顾我，我的家人一定要花钱、花时间、花人力来照顾我，不是吗？所以，我们从风险到危机到困境，你都必须从危机的时候，你就开始做正确的选择。你不只是度过危机，你还可以获利。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掉到这个从风险你不小心掉到危机的时候，你做正确的选择，你可以脱离危机嘛，对不对？女生要约你吃饭，然后呢，我开始，如果你跟着去，你就经历婚姻的危机，不是吗？那你断然跟他说，对不起，我们吃完这个饭以后就不再联络了。我觉得我们要保持清醒，那不就是脱离婚姻的危机，不是吗？如果你婚姻的危机吃完饭之后又去做其他事情，那就变成婚姻的困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更应该有一个祷告生活，好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从来不相信在家里躺
趴着滑手机，你的信仰生命会变得更好。如果你在家里隔离的时候，你觉得说没事做，每天好像很闲，我要告诉你，你要开始建立你的读经祷告生活。现在太容易了，在你的手机里面有各式各样牧养的讯息。但是如果你能够看我们右商教会的线上的直播，为什么我们在里面有那么多的这样子牧养的资讯？到6月1号的时候，我们有30天的这样子 RPG 祷告小组，有这样牧养系统。因为什么要看你自己教会？因为我们在乎你，我们知道你，我们认识你，我们知道你最需要的营养跟成分是什么。我们能够在这段危机跟困境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来。最后我要变一个魔术了哈，这个魔术其实我的成功率也很低啊，要看魔术按好不好？还是都睡着了？好了吗？那我请我的助手来帮忙，帮我拿麦克风就好了。困境就是不可能嘛，对不对？然后你们看哦，这个我要把这个橡皮筋哦，从这边变到这边来 ，OK， 好，然后我们看一次，我的手怎么那么肥那么短？这香肠对不对？没关系啊，反正我看不到留言嘛哈。觉得像香肠的打香肠，然后我就会去骂你，没有，不会。好了，来好，看到从这边变到这边，好，我只做一次，好，有没有？好，再来一次哈，一条不稀奇变2条，绿色跟红色左右交换，有没有看到了哈？我只做一次哦哈。困境跟危机，1、2、3，把它变在一起。失败，再一次，再一次哈。直播失败哈，再一次，然后1、2、3，再一次，有没有？再看一次哦，交换位置哈。好，看清楚，1、2、3，有没有？这样还不够，对不对？困境来了，上面把它加盖子，把它加在这边，看到吗？左右把它交换，我只做一次哈，我只做一次。文思，你快过去一点，我怕你偷学。好了，看一下。但是我变完之后，我线上教学，要的说好要哈，这样子哈，我线上教学，回去骗小孩很好用。来来看清楚哈，这麦克风先拿走。看清楚，有没有？有没有？再看一次嘛？要么再看一次吗？好，再看一次哦。绿色、红色、绿色，看到吗？看到。如果谢谢文师。如果要学的，下个礼拜线上教学，或者是来私底下来问我。所以牧师要讲的事情是，如果在困境当中，它看起来是没有神迹，可是神迹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突破困境。神迹一定会降临，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曾经对上帝感到失望、感到难过？但是上帝却透过这个约拿的这样子的呼求，他不只是拯救约拿，更透过约拿行动拯救尼尼微城。上帝要在这个圣经当中，他一直要对他的百姓宣告说：“我是慈爱的上帝，我愿意与你们同在，我的爱大过你们的过犯。”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在这充满不安的时代，神的恩典充满大家，求上帝的大能再次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大能充满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求你再次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在疫情隔离的时候，他们在家里能够追求信仰，让神的话、神的大能充满在他们的家庭当中。愿主恩膏降临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懂得向神呼求，我们建立起 RPG 的祷告小组，建立起祷告的生活。谢谢主，你再次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跟敬拜。我怎能离了你同在？我未来交托你手中，我怎能
失去你的爱。主，你是我，你是我永远的依赖，心中恳切期待，多渴望你来，将天门打开，谁击必会降临，高举双手，全心相信，我能真实遇见你，暴风中仍坚定，我心中喜乐无人能夺取，你恩典覆庇我，主耶稣你掌权，神迹必会降临，我高举双手，全心相信，我能真实遇见你，暴风中仍坚定，我心中喜乐无人能夺取，你恩典覆庇我，主耶稣你掌权。举起我们的手来宣告说：神迹，神迹必会降临，高举双手，全心相信，我能真实的遇见你。哈利路亚！暴风中仍坚定，我心中喜乐无人能夺取，你恩典覆庇我，主耶稣你掌权。我们要更多的呼求主。我一直觉得神对我们的台湾，对我们教会有特别的计划。阿们。当我们开始呼求祷告的时候，神就按照我们的呼求祷告从天降雨下来。阿们。因此，我们也要恢复我们祭司的身份，为台湾这片土地来祷告。阿们。你在家庭当中，你也可以，你觉得不太好意思，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祷告。是。你说这是主，这是我诚心所求，求你停止这个疫情。阿们。求你让这个疫情开始就慢慢的确诊的数慢慢的下滑。是。你保护所有台湾的百姓。阿们。我们开始要为这来祷告。阿们。并且我们也要为在疫情当中经济有困境的弟兄姐妹，随着这个疫情这个停课的时间越拉越久，学生停课势必是双薪家庭必须要有一个人来照顾孩子。是。在这个经济会这久了就会造成经济的困境，是。也有造成孩子的教育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求主恩待，求主恩膏，在这弱势的家庭当中，阿们。我们更节省，我们更多的这个把我们省下生活当中一些小钱，如果你愿意的时候，你知道有人有困难的，你可以奉献。阿们。在这困难的时代，我们应该要共体时艰。阿们。求主帮助这些困境的家庭，阿们。在停课停班的时候，主让他们在经济上不予匮乏。阿们。我们要求主来控制这个疫情，把这个干旱来祷告，为这干旱来祷告。阿们。求主降下恩雨来，更多的雨加在水库当中。阿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不是说看到昨天今天下雨就好，我们看到雨要下在对的地方，下在够的地方。阿们。求主来帮助。是。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要再次把疫情交在你手中。虽然我们停止我们的实体聚会，虽然我们停止我们的这样子实体聚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仍然与在一起。我们在线上，我们在祷告，我们在礼拜的时候，你来触摸弟兄姐妹的心。我要为奉主的名来停止、止住这样子的疫情。愿你再次帮助你的弟兄姐妹，再次恩膏在他们当中。主啊，你快让这个国家能够恢复。求你再次来当中，亲自充满帮助、医治的恩典，要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也要为
有身体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来医治他们。主啊，求你来看顾他们，你的怜悯充满在台湾这块土地当中。求你再次来充满在你的教会，充满在你的社会。神迹必会降临，我高举双手，全心相信，我能真实遇见你。就我们暴风中仍坚定，我心中喜乐无人能夺去，你恩典赋予我，主耶稣你掌权。举起我们的手宣告，神迹必会降临，高举双手，全心相信，我能真实遇见你。暴风中仍坚定，我心中喜乐无人能夺去，你恩典赋予我，主耶稣你掌权。我们要再次把弟兄姐妹在线上做礼拜，亦或是无法做礼拜，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阿们。在疫情的时代，有些人他们有一些困难，是，可能有经济困难，他们连上网的这样子的能力都没有，是，他们可能没有智慧型手机，也没有电脑。所以我要把这些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求你看顾他们哭求渴慕你的心。阿们。我们更要奉主的名止住这个疫情。阿们。让这家庭贫困以及经济弱势的家庭，他们有足够的恩典。我们也更要为政府来祷告，有正确的政策跟更快速的这样子正确的决定。是，我们更要为所有在医疗院所当中的医护人员来祷告，求主来帮助保护他们不受任何的沾染。阿们。主要为所有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的心不被困境、苦难、害怕、绝望给困住。是。我们即便面对死亡，我们心里不惊慌，因为主你是生命的主。阿们。主，你让我们能够建立起祷告生活，经历又真又活的上帝，是盼望、医治、健康、平安，充满在你的教会当中。我要更要奉主名宣告，在疫情当中，主就快快的止住疫情。弟兄姐妹，更多的祷告，如同亚伦举起他的香炉，跑在瘟疫的这个群众当中，止住了死亡，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阿们。主啊，求你来医治、恩膏、怜悯你的百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保守，愿上帝所赏赐的健康、平安、医治的恩典永留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上帝祝福大家。阿们。